OK， 我哋識用下啲新詞語啊。善用資訊科技 ，that means you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。仲可以善用啲乜嘢啊？善用電腦，善用智能電話都得，善用平板電腦，善用新買的太陽眼鏡，可以乜嘢啊？可以乜嘢啊？令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方便，可以令我的眼睛可以善用太陽眼鏡，可以保護我的眼睛。善用平板電腦，令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方便，得唔得？唔該，寫咗佢。OK， 尋找各類資訊，你除咗喺互聯網尋找各類資訊喺互聯網可以，還有可以喺邊度尋找各類資訊？唔該你寫低，寫低之後 full sentence。我們可以在尋找各類資訊句號。呢度寫進行網上消費，我們可以在進行網上消費句號，寫俾我。呢度啊，以及互聯網提取的資源來進行網上學習。你爸爸可以喺邊度有個地方整咗個地方。我們可以在我爸爸的英文字進行網上學習句號。OK， 寫個 sentence， 令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方便句號。前邊呢就寫住香港地鐵令我們生活越來越方便句號。Fill in the blanks and send it to me。呢度寫要尊重知識產權。如果我哋喺個大廈入邊，我哋有啲咩員工，我哋都需要尊重㗎。寫俾我，唔該。Full sentence。佢呢個 paragraph 話，如果我 internet 攞咗人哋嘅 video 或者攞咗人哋嘅 PDF， 攞咗人哋啲嘢，我哋抄咗佢，抄弄或者直接用咗佢，如果仲要未授權，係咪有問題？咁我想問你啦，如果你去家姐間房，你做咗啲乜嘢？你做咗啲乜嘢？你直接拿走乜嘢，你就會俾家姐鬧咧？可唔可以寫返俾我？